常言道南米北面，北方人以麵為主食嘅形象深入民心，但背後嘅故事同埋原因，你又知道幾多呢？除咗得益於祁連山脈同埋黃河流域嘅地理優勢，為甘肅嘅穀物生長提供咗天然嘅條件，更多嘅係因為民族交融嘅歷史背景，豐富咗當地麵食嘅種類。例如武威有名嘅三套車入邊嘅恆麵，相傳就係左宗棠西征嘅時候獎賞軍隊之用，所以就用咗高鹽分嘅麵團嚟增強耐儲性啦。各種背景交織出嘅麵種，有時連外觀都大有不同，所以甘肅嘅麵呢，並唔係局限喺條狀、炮仗狀、火粒狀、扁平狀，只有你諗唔到，而唔會係甘肅揾唔到。而其中蘭州牛肉麵更加喺2021年納入咗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，入邊嘅文化底蘊，你又了唔了解呢？唔止係麵，豐富嘅農作物亦都孕育出唔同嘅餅食文化。涼州大月餅更加衍生出不一樣嘅節日氣息，喺月餅上面作畫題詩，亦係全國獨一無二嘅風光。想知更加多甘肅同麵有關嘅故事，就要留意今期中國旅遊4月號甘肅面對面啦。